有一只中国背景的客卖量一货轮，这个月初三向法警讲，可能是甲亚流外海的海底缆线挂断。中国国台办说讲，海底缆线的断去是接发生的海上事故，呼吁民进党唔通利用这个机会反对中国。刘伟辉也甲因回应，强调这件代志无反中抗中的问题。行政院也强调，已经由家人地检署来侦办，海巡署也已经甲电缆线的位置记录，若搁再发生会依法调查。家人港外海海底电缆，倒一日若像气候画面内底即只客卖量级的货船破坏。海巡署讲，无排除有中国籍宽基船进行铺设地带侵扰的可能性。不过，即只船香港籍的船主甲外国媒体讲，目前并无证据讲台湾海底电缆受损是因造成的。佮讲一切拢是正常的航程。中国国台办发声明，讲全球每一年差不多发生100多件海底电缆受损的事件，是接款的海上事故。批评是民进党当局家己讲家己对，是咧反中抗中。没有什么叫反中抗中的问题了，有迹象显示可能就是这一条船啊，但是从它的航机来判断，还没有办法确认它的真正的意图。刘伟辉表示，海底电缆受损灯分作是挑工有意图的，甲无细致的。目前虽然无明确的证据，不过政府最近已经召开几啊届的会议，各部门嘛针对类似的情形做协调，建立标准流程。专家警示，中共以合法来暗砍非法，在国际上已经不是头一届啊。最近在谷歌抄出有关专利的资料，中国政府应该就捌发布过甲海底电缆加断、切断、好起来的专利资料，目的是写维修的用途，这嘛引起大家关注。可以证实的是，确实在中国的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公开资讯上是可以找寻到。最一开始是由军方来提出申请，但后来呢，就是由民间的公司以及中国那边的教学组织来提出。像马祖，曾经断了27次，那也都发现说跟这个中国大陆的渔船有关。这种情况之下，在国台办不会承认啊，这是很合理的。针对客卖量这货船的事件调查的进度，海巡署已经把雷达的航照等等的资料函送家人地检署来侦办。行政院嘛强调未来会针对风险区域加强监视甲执法。现在海巡署呢，也是把各个海缆登陆的这个登陆点的外海，还有这个依照海图，把这个海缆的位置来作为重点监控的海域。专家呼吁爱避免中国这片铺设地带的行动。行政院嘛讲，以后若是阁有类似的案件发生，会随依法搜证来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